นี่นี่你看人建筑了就不看神秘的之王啊！记住他现在的眼神，说他现在的眼神是没有攻击性的。他的眼睛变黑了，然后看起来很可爱的时候，就是他要咬人啊！打你的时候。这种猫很凶是吧？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拜拜。